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起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来到圣殿，你有开心吗？开心。你有欢喜吗？欢喜。那我们用更大声音来赞美这满有能力的神，好吗？好。好，就阿们。阿们。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宣告，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了敌。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大声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还有一个，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将这荣耀赐给那满有能力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
磐石，我信靠你并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是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盼望中随时的帮助。主耶稣，虽然我们在工作中有繁忙，主耶稣我们在服侍当中，主耶稣我们也有一点劳累，但主耶稣啊，你是我们困难，或是你是我们软弱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要来依靠你，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求主耶稣，要来向你来祈求，我们要仰望你。我们这样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次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并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并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再一次向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避难所来祷告。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信靠你并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并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是在乎你。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要尊崇你。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主的荣耀国度，
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又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们敬拜尊崇你，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为你是真神，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再次来宣告，为你是真神，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让我们将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谢。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圣的主日，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以心灵诚实来领受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将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生不偏激、不偏移。我们因此献上感谢。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将献上我们的才能、时间还有金钱为主你所用，我们这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
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以下我来做教会的几点消息报告。首先第一点，8月25号主日是本会的孝亲主日啊。那我们将邀请德福的学员在台语礼拜中来献诗他们要在礼拜结束之后呢，还要跟儿童牧区来共同举办3代同堂的关怀活动所以如果我们要完成的弟兄姊妹呢，参加的要自赠礼物跟餐盒所以欢迎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组队来参加3代同堂关怀活动。闯关活动。闯关活动闯关活动请将报名表交到办公室这个是在8月19号报名就要截止了好，第二点有小会的消息9月1号要举行今年度的第5次的圣礼典所以要受洗的，这个包括成人兼信礼信仰告白小儿洗礼所以请在8月18号之前向主任干事或行政干事来报名。好，传道部的消息了，迦南教会我们要庆祝社教59周年的户外礼拜所以时间是在10月13号，这个是从早上8点钟在教会集合，坐游览车来出发，然后到当天的晚上6点来结束那这个行程呢，包含我们到真理大学非常漂亮的那个雄伟壮观的那个礼拜堂在那边做礼拜同时呢可以来导览真理大学里面相关一些马街文物了那当日还可以到淡水老街渔人码头这个一日游傍晚我们回到桃园的大园老船长餐厅，我们在那边晚餐，然后再回到教会所以我们要尽快来报名那报名费每个人400元不占车位的那就免费那这个报名呢，希望以小组为单位受理报名到几号截止呢？9月1号。9月1号，请记得我们欢迎兄姐呢，你可以邀请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一起来报名参加透过这样我们可以连结一些关系我们一定要500个人一定500个人请大家掌握时间来报名好，社区事工消息社区事工在8月14号礼拜3，也就是上午的10点半到12点，他们有个社区讲座这个主题是认识失智照顾资源照顾者喘息的这个讲座这个是家里面有年长者我们可以上网来听那这个讲师呢是从康欣日照中心来的一位王静颖社工，他要来分享这个是在线上教室欢迎我们的参加详情 Google Meet 怎么上去可以来参阅我们的周报，可以欢迎大家来上线来听这个课程，非常好第12点有关于生日助学金委员会的消息，2024年第2期的生日助学金呢8月4号我们就开始接受申请如果要申请呢，请填妥申请书并减负112学年度第2学期的成绩单的影本，那交到干事室生日助学金收件盒里面就可以了这个是申请生日助学金的最后一点友爱基金委员会的消息友爱基金委员会的消息中秋节我们就将来临了，请小组长能够为你小组里面有需要的朋友申请端午节的奖助金这个申请的截止日期是时间到9月8号中午12点截止。那如果你要申请的小组长呢，就向到干事室拿申请单来填写，填写之后呢，放在哪边呢？可以放在友爱基金主委、研几位长老的信箱他们就会来做整理以上几点报告其他的我们可以自己来看可以自己来看。好，我们要介绍今天的来宾今天的来宾有来3位新朋友来这是牧师娘的姑丈跟姑姑还有表姐，来请他们站起来，我们给他们来点掌声OK。
好啊，谢谢三位哈。牧师娘咧，阿哥啦，阿哥丈个标记啊。阿哥爸爸妈妈，牧师娘的爸爸妈妈也有来在后面。来，我一起爸爸妈妈好 ，OK，欢迎好，欢迎我们欢迎他哈，欢迎，好，请坐，请坐。他们都在台北公馆教会。台北的公馆教会哈，公馆哈 ，OK， 好，非常欢迎哈，好，我们接着我们要来读圣经哈，今天的圣经经记在历代志下1章1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起来。现在求你赐我智慧聪明，好在这百姓面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你这么多的百姓呢？历代志下1章10节。再一次来。现在求你赐我智慧聪明，好在这么多百姓面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你这么多的百姓呢？历代志下1章10节。好，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圣经哈。也是记载在历代志下，我们要从第1章第7节读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第7节，当天晚上，上帝向所罗门显现，问他：你要我赐给你什么呢？所罗门回答：你向以大慈爱待我父亲大卫，现在又使我继承他做王。主上帝啊，求你实现你对我父亲的诺言，你立我做王，统治一个如同地上的尘土那么多的人民。第10节，求你赐给我聪明智慧，好让我能治理他们。要不然，我怎么能统治你这么众多的人民呢？上帝回答所罗门：这是你的心愿。你没有求富贵、财宝、名声，也没有求消灭敌人，或为自己求长寿，却只祈求聪明智慧，使你能统治我的子民，就是我立你做王统治的人民。因此，我要赐给你聪明智慧。除此以外，我也要赐给你财宝、富贵、名声，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君王，以后也没有一个王比得上你。最后一节，于是所罗门离开基遍的敬拜场所，从上主圣幕前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治理以色列。好，以上。好，这时候我们请我们的主任牧师陈柏芝牧师来为我们讲道。他今天的讲道题目是治理百姓的准备。治理百姓的准备。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上个主日，我们在这边一起庆祝父亲节。那我们也透过历代志上来学习大卫如何为了下一代预备建造圣殿。而在今天，我们不用建造圣殿，但是我们要建造教会。所以，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习到4件事情，是上礼拜我们所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上帝家的事当作什么？自己家的事来看待。第二，要让上一代做天父的儿女，然后呢，永远不离开神。第三，就是要在下一代的意向、目标当中看见自己的责任。最后，就是要一起做工。上一代、下一代一起做工，帮助下一代他们经历上帝的话，还有上帝的同在。所以这个信仰是透过一代一代的传承能够延续下来。它不是像我们这样生下来就没事，而是必须要一起来传承，一起来做工。而这是大卫他尽了很大的力气在那边来预备。今天我们要从历代志下来学习所罗门王，他要继承他父亲的王位，而他要治理这么多的人民，他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过去1个礼拜平安的经过，也让我们能够在主日再次来到你的殿，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也求你继续透过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了能够明白，并且能够行出上帝所喜悦的生命。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如果有一天上帝在你梦中跟你显现，孩子啊，我要赐给你一个愿望，帮助你达成。你有办法在3秒钟以内回答上帝的，请举手。3秒钟以内的，上一场还有6个人举手，这一场都没有人。如果上帝，还是我讲太快，上帝在你的梦中出现，然后像所罗门的画面场景一样，说你有什么愿望，我会帮助你完成达成。你可以在3分钟之内告诉上帝的，请举手。好，3秒钟才3分钟，好，比较多了，好，感谢主。好，那3个小时呢？今天你有时间，好，在你晚上睡觉以前，好好的想一想这件事情。如果上帝要帮助你达成一件事情，你会跟上帝求什么事情呢？历代志下一开始就带领我们认识这位全世界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最有智慧的王，叫什么名字？所罗门王。他的智慧呢，无法测度，好，几乎快要像神一样。他的聪明呢，好，能够奠定这个国家的王位和基础。所以呢，全世界的国家都来向他进贡。在这个礼拜奥运当中，好，我们都是每个国家想要拿到那面的金牌，但是在所罗门的国家，是大家把拿到的金牌又献到以色列这个国家，送到所罗门的王面前啊。所以，如果我们读历代志，我们可能会读到落耳海。什么叫做落耳海？下巴掉下来。为什么掉下来呢？太惊讶了，哪有每个国家一年送这么多的黄金？到一个国家，好，是几十万公斤这样子送，每一年这样的进贡，落耳海啊，不可思议。但所罗门他有这样的成就，归功于他的智慧。而他的智慧怎么来的呢？不仅是遗传他的老爸，更是他祷告来的。好，请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所罗门的智慧是他祷告来的。所罗门的智慧是他祷告来。他的祷告呢，就出现在历代志下第1章的场景。好，那是一个在他父亲大卫逝世之后，好，死去之后，而所罗门坐上这个王位。有一天，好，他就来到了基遍，基遍就在耶路撒冷的北边，那边有上帝的会幕，而耶路撒冷有上帝的约柜。那时候会幕、约柜是分在2个地方，而大卫的心意就是要把圣殿、好会幕整个移到耶路撒冷。当圣殿盖起来之后，好，也代表这个会幕再也没有作用。但是会幕里面的桌子，还有这些香坛，好，这些重新定制啊。在所罗门来到基遍，献上他的生祭，1000头的生祭做烧化祭。好，所以所罗门继续像他的父亲一样，对上帝非常的慷慨。而那天晚上，上帝就对他显现：所罗门，所罗门。上帝啊，是你在叫我吗？所罗门，好，上个礼拜我们在父亲节好的当中，好，也有看到类似像这样的场景。上帝直接告诉所罗门：你要什么，我赐给你。许愿跟祷告有没有一样？不一样。许愿是把你的愿望怎么样放在心里面，好，然后呢，生日的时候，好，吹蜡烛之前都要怎样？先许个愿，好，然后呢，这个大家还要先把愿望藏说2个，然后要藏1个起来。可是祷告呢，好，是上帝对所罗门说：你想要神赐你什么，你可以祷告，好，那个求就是你可以说出来。许愿是你放在心里面，好，你可能不想说、不敢说，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说。但是祷告是你可以求，你可以大声、勇敢的说出来。好，跟你旁边的人说，祷告是可以大声的说出来，祷告是可以大声的说出来。所以所罗门不是只有许愿，他还做了一个祷告。这祷告呢，我们通常记得就是所罗门做什么祷告，求上帝怎样给他智慧。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读圣经，所罗门是求了2件事情，他做了2个祷告。第一件事情在第1章的第9节，黄色的，我们一起来念：求你实现你对我父亲的诺言。在所罗门做出求智慧这个动作以前，他先求一件事情：上帝啊，我知道你曾经对我的爸爸大卫说了点，而这一些事情，你一定要让这些事情成就。
什么事情呢？好，我们也分享过，在历代志上的17章，这是大卫之约。那时候大卫想要盖圣殿，准备好了要盖了，上帝说不行，你不能盖，你的儿子可以盖。所以，但是上帝给大卫一个约定，就是我会为立你的儿子其中一个做王，使他的国强盛，他才是为我建造圣殿的人选。我要使你的儿子的朝代继续到永远。13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不会收回对他的爱，像我从前对待扫罗，废了他而立你做王那样。14节，我要使他永远治理我的子民和我的国，他的王朝永远存续。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就是他要帮助大卫的儿子维持大卫跟上帝这样的关系。这个约从大卫、所罗门、罗波安，然后一路传下来。好，这个约呢，到后面好传了所罗门之后，又传了19个儿子。这19个王之后，越走越下坡，好，越来越没有看重上帝跟大卫所做的这个约。他们甚至有的根本就忘记了，或是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以至于他们做了非常偏差的事情。到耶利米，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快要完蛋了、快要亡国的时候，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说：“大卫这个约，好，已经没有人，连大卫的儿子都没有在遵守。上帝要跟以色列人、犹大人另定新约啊！我们读的圣经有旧约，然后呢，新约。新约从哪一卷书开始？马太福音开始。但是新约这个应许呢，在耶利米的时代，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国家快要灭国的时候，上帝就说会有一个新约啊。但是后来人才知道，哇，原来这个新约是指耶稣基督，整本的新约27卷这么样子的多。而上帝说，这个新的约跟之前大卫之约不一样，或是亚伯拉罕之约不一样，或是摩西的西乃之约不一样。过去的约是写在书卷上，好，大家要去读。现在这个约要记在心上，所以这个约意思就是说，让大家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约的内容，简单的一句话，黄色，好，请大家再来念一次：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如果新约好要用一句话来浓缩，就是这一句话，耶利米书31章的33节。上帝要把这句话刻在人的心上，他要做我们的神，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句话不断的生效，到圣经结束的启示录最后提到，黄色我们一起来读：他要和人住在一起，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上帝。所以我们读了大卫之约、耶利米书的新约，还有在启示录最后永恒之约，这3句话有没有都很像？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要做上帝的子民，而上帝要做他们永远的上帝。这就是新约，这就是所罗门求智慧第一件。上帝说：“你可以求。”所罗门要求就是上帝，求你做我的上帝，上帝求你做我的父亲。所罗门要治理百姓，像地上的尘土那么多，但是求的第一件事情，他不是说让我可以长寿，他不是说好让我可以讲话非常的有 power， 他不是说赐给我口才，他求的就是第一件，他怎么样应许他的父亲，他看见他的爸爸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的好。他也求上帝，我也要做你的儿子，像我的父亲做你的儿子一样，这么好的关系。所以所罗门要治理百姓以前，他要先被上帝治理，他要来管理这么多的人民，他要先让上帝做他的神，做他的王。所罗门求的第2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第10节黄色的，请大家一起来读：求你赐给我聪明智慧，好让我能治理他们。所以治理这些的百姓，需要上帝的聪明，需要上帝的智慧。请问你考上台大，台大会不会教你怎么样来治理
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百姓。台大可能可以教你成为一个总统，他可能台大可以训练你将来成为一个市长，或是你考上国立的学校，考上的这些研究所，他可以给你智慧聪明，让你知道怎么样去买股票，怎么样成为一个工程师，怎么样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要治理神的百姓，不是从学校教的，而是要从跟上帝的关系来的。所以治理这件事情，在所罗门的心中，在他的脑海当中，他觉得他在想，我要怎么样去治理他们？到底什么是治理呢？我们从我们读过的历代志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治理这件事情，可以把它分成3件事情。第一件治理就是牧养，请大家说一次，治理就是什么？牧养啊！这句话来自他的父亲。当他的老爸做王的那一天，好，所有北边、南边所有的12支派、军队、军官、指挥官、族长、长老，都来到希伯伦大卫王的面前，然后说：你现在要来治理我们，因为你的神曾经应许你。好，黄色的，请大家一起来读：你要做牧人，领导他的子民，做他们的统治者。大卫当王，但是上帝告诉他：你当王不是底下翘卡练安怎吹球，什么意思？翘着2郎腿，然后玩自己的胡子，好，就是哇，一副很威风、很逍遥、很派头的样子。当一个王，不是在那边等人家奉茶，而是你要像你年轻一样。大卫年轻第一份工作是什么？牧羊，好，牧羊。第2份工作送便当，好，他的哥哥都出去打仗，好，他还要提便当，好，去找他的哥哥，就送便当，不小心 Foodpanda 看到了歌利亚，结果他就从 Foodpanda 的外送员，好，变成了那一天就变成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元帅啊，好，元帅，因为他打败以色列人，好，最害怕的巨人歌利亚，好，连续40天没有人敢出来跟他打，但是呢，上帝告诉大卫，现在你当王。不是翘卡练喙球，现在你当王，你要继续像一个你年轻当牧羊人一样。牧羊人就是在领导这些的子民。以色列的牧羊人，他们是走在羊的前面，就是要带头做他们的统治者。所以所罗门在思想，他要怎么样去牧养这么多的人呢？今天，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要来牧养上帝的羊群，你要怎么样去牧养他们？就是要从像这个经文当中来学习，你要领导，要做治理，要来带领他们，做他们的榜样，做他们的榜样。所以所罗门求的第一件事情，上帝让我智慧能够治理，而这个治理就是要能够牧养上帝的子民。第2件，所罗门求的智慧。治理是为了装备，好，所以请大家来说一次：治理是为了装备。我们牧养上帝的子民，也要装备他们。他的父亲大卫，好，在历代志上让我们看到，他把这些服侍上帝的人，好，分类，好，然后呢，分门别类，还抽签，还分班次，然后还分地点，好，在这边有2个黄色地方，2个主持代表，好，一个是在基遍会幕，一个是在耶路撒冷约柜，他们都要天天公职。后面是每天早晚照上主给以色列法律书所写的，都要来献祭，做这些的事情。装备代表装备是为了什么？建立跟上帝的关系。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建立的？你决志的时候相信神，受洗的时候宣告神，但是那个是一个名分，是一个你在上帝面前得到的一个名分。但是关系呢？父亲节刚过完，你跟父亲的关系好不好？有没有常常就是看你有没有常常跟你的父亲在一起？你现在还有跟爸爸一起住的，请举手。好，谢谢。好，请放下。很多人现在都可能跟爸爸没有住在一起。但是呢，关系是需要天天来建立的。所罗门要装备他的子民，他怎么样让他的子民在1年365天当中被装备起来？这是所罗门他需要的智慧。
需要智慧。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建立起来，也是怎么建立起来？是一个礼拜来做一次礼拜，这样跟上帝的关系就够了吗？还是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好来教会参加圣诞节的礼拜，然后一年跟上帝建立一次的关系？一定是要每一天跟上帝都要建立关系。好，所以请跟旁边的人说，每一天都要跟上帝建立关系，每一天都要跟上帝建立关系。那怎么建立呢？早上就要跟上帝说早安，然后中午呢就要跟神说午安，睡觉前要跟上帝怎样？晚安。然后上帝会不会跟你说早安？会不会跟你说午安晚安？有时候我们这个关系，好，你可能会听到很多的方式，好，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样式，好，你可以早安圣灵，晚安这个耶稣，然后午安好上帝，你可能会听到很多各样的方式，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你要透过上帝的话来建立跟上帝的关系。好，所以请跟牧师说一次，透过上帝的话建立跟上帝的关系，透过上帝的话建立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这些公职的人，每一天在那边主持人，他们需不需要上帝的话？需要。好，他们要先读过利未记，他们要先读出埃及记，他们要先读圣经，他们才知道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应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他们是透过上帝的话，然后才行动。装备就是我们每一天透过上帝的话建立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教会有什么共读？好，这个共读呢，就是要帮助大家，但是它不是只是让大家有一个打发时间，有一个事情做，目的就是为了要装备你。共读就是为了要装备我们，能够建立跟上帝的关系。你跟上帝的关系好之后，才能够帮助别人跟上帝的关系能够好。阿们。所以读上帝的话，参加共读，每一天跟上帝在上帝面前服侍，这都是一种共职。好，所以我们也有排我们的长老执事，好，都要一起来参加共读，大家一起服侍。有的是挑选诗歌，或是来做开始的祷告。但是这一切好被安排的，都是为了要帮助建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罗门求智慧，第一是为了什么？牧养。第二呢？装备。第三是为了差遣。在历代志上，大卫迎接约柜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写了这首诗，就在历代志上16章。16章这首诗呢，分别被记载在诗篇的105篇、96篇、106篇，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个诗篇当中呢，都在要求、命令，它是一个祈使句，好，就是祈使就是要求 ，ask 就是我要求你们要怎么样。好，我们来念第8节，你们要感谢上主，宣扬他的伟大，向万国述说他的作为。好。如果这是你人生最后一句话，你要交代你的儿子，交代你女儿，交代你的孙子孙女，你会怎么样把这句话念出来？好，我们来想象一下。好，如果这是我们人生可以说的最后一句话，好，你用你的人生最后的交代，好，就是像那个国父的遗嘱说什么？不是遗嘱啊，好，什么和平奋斗，救台湾，好，救中华民国。好，我们有时候用国父遗嘱的形式，我们来读第8节。你们要感谢上主，宣扬他的伟大，要向万国述说他的作为。这是一个，如果你的人生结束的时候，你的孩子好，或是在你的床前，在你的面前，你这样子交代他们这句话，好，你的孩子听了一定会非常的感动。大卫这首诗篇虽然不是在他临终前写的，但是这是一个差遣，这是一个启示，这是一个命令，就是所有的人民，不是只有他的后代，所有的人民都要去宣扬、感谢、歌颂、颂赞，包括后面好太多了，好放不下，所以就列在这边，都要跟上帝有这样的关系，而且透过你们跟上帝的关系，差遣出去，去传扬，去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这3件事情，
所罗门求智慧，为了要像一个牧人，能够领导上帝的子民；为了要像是一个教师，能够教导装备上帝的百姓；又像是一个指挥官，要指挥这些的军队部队出去感谢、宣扬、诉说上帝的作为。所以所罗门求了2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他父亲上帝跟他父亲的应许，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有智慧聪明，是要能够牧养装备差遣。但是刮别人胡子之前要怎样？先刮自己的胡子。你要牧养别人之前怎样？自己要先被牧养。你要去装备别人之前，你要先怎样？先被装备。你要叫别人出去之前，自己要先怎样？先被叫出去，要先受过差遣，你才有跟上帝建立这样的关系。如果我们是一个空降的，一来哇，你就要牧养别人，你自己没有被牧养过；你要一来就要当老师教别人，可是你自己都没有学过；你一来就要像个指挥官发号施令，叫别人去做这个做那个，可是你自己从来没有被指挥过。这样的关系是欠缺的。所以当我们有机会被牧养，当我们有机会被装备，当我们有机会被差遣，这一些都在增加我们的聪明，增加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被上帝所用。阿们。今天牧师要讲短一点，因为上一场我也讲很短，努力了，但是呢，这场要讲更短，因为今天下午有活动，然后我们下午有道馆挑战赛，等一下牧师还要赶场，还要去谢饭祷告，所以牧师要讲短一点。结论，虽然讲短一点，可能还要再讲20分钟，结论20分钟太长了，好，那讲15分钟就好。耶稣在登山宝训，这个我的道具都忘记用。耶稣讲这个登山宝训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顶帽子，你有这顶帽子的请举手。居然比上一场的人差不多，很少。可能没有看清楚。这个是迦南教会40周年的时候做的运动帽。40周年的时候呢，迦南教会办了一个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呢，办在桃园国小，但是我们在妇女馆，早上是在妇女馆庆祝40周年，下午呢就在桃园国小办运动会。那天大概有400-500个，早上500多个人，下午大概有300-400个人参加。那时候做了很多这个帽子，这个帽子呢，一到现在呢，一晃就已经19年过去了，19年。这顶帽子呢不是旧的，这顶是全新的，全新的。可是是19年前做好的，19年前做好的帽子到现在怎么样？看起来还是怎样？跟新的一样，表示这个材质怎么样？很赞啊，都不会长虫，而且戴上去还很舒服，而且呢，一样的红不会褪色。可能你家里面的人有在用的，有晒太阳的，可能会变淡一点。但是这个已经是绝版帽子。今天来教会做礼拜的人，都有一个机会，你可以为建筑奉献200块，就可以得到一顶这个迦南教会的帽子。但是呢，我也不知道现在剩几顶，因为上一场结束之后有点骚动，这个1楼变成菜市场。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个帽子呢，我有3个月的，今年有3个月时间，就在穆斯林的姑丈的教会，台北公馆教会在那边服侍。那我在做礼拜的时候呢，居然看见公馆教会有一个会友，他就戴这顶帽子做礼拜。拿到19年，18年后，他还戴这个帽子，不是来迦南教会，在台北的公馆教会做礼拜。哇！我一看到就很高兴，很兴奋。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会来迦南教会。但是说你怎么有这个帽子？他说他就是来参加陈牧师那时候封牧的时候，那一天也是陈牧师封牧送的这个帽子。他就从那时候一直戴着。所以他去做礼拜或是出去，他常常戴这顶帽子。所以，我们迦南教会的帽子呢，也在台北，可能也在台中，可能也在各地流窜，大家都会戴着帽子。这个帽子就很像上帝把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新版上，就是让我们出去，它就是一个行动，在见证上帝的道，见证上帝的话。但是他又讲了一句话，让我更感动。他说，他除了这个帽子，他还在那一天的聚会当中，他学了一句话，到今天他还记得。哇！我一听真的是很讶异。你来参加一个聚会，得到一顶帽子，你还记得一句话，到现在18年过去了，还记得他讲给我听。果然没错。想知道他讲什么话吗？记得哪一句话吗？他说他来教会那一天听到一句话，就是郑牧师在台上说的：因根归乎上帝，功劳归乎大家，欢喜归乎家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把所有的功劳归给大家，把喜乐留给自己。好，这句话他讲给我听，说哇，你实在5个熬，实在很厉害。那是一个长辈，可是呢，他把帽子也把上帝的话刻在心里面。18年过去，帽子还在，话也还在。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我们要像所罗门一样，就是要把上帝的话刻在我们的心上。甚至能够把上帝的话戴在我们的头上。过去的旧约，你看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头上都要戴一个小帽，就是那个帽子代表是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戴在头上。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他们不知道，才在求我到底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你们是知道的。33节、34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2件事情，先求他的国，就是上帝的主权。主权就是说这件事情上帝做主，这就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意就是上帝的旨意。这个意呢，就是按照上帝的意思，不是按照人的意思。所以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不是要像所罗门一样，按求上帝的智慧，要求上帝的智慧，我们就知道上帝是如何做决定，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旨意在哪里。外邦人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喝什么，不知道穿什么，可是你把上帝的话刻在心板上，做上帝的儿子，做上帝的女儿，你知道你吃的叫做神的话，你知道你喝的叫做生命的水，你知道你穿的叫做基督的救恩，基督的衣裳。耶稣说：“我就是天上的粮。”他就是比那个玛纳一样从天上来的，但是到了耶稣是天上的粮。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水，凡喝我的必定怎样，永远不再渴。”耶稣说：“我就是你们的救恩遮盖。”他成为用他的血遮盖我们的全身，让我们不再像亚当夏娃看自己是羞耻的，看自己是残破不全的，看自己是 dirty 的，不想要看自己，而是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衣服遮盖我们。当我们知道吃神的话，喝生命的水，穿戴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我们不用去担心喝什么、吃什么、穿什么，而是要像所罗门一样求神的国、神的义。所罗门王很有智慧的求2件事情，但是耶稣教导我们求更重要的，其实是所罗门王的进阶，其实也是同一件事情。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聪明和智慧。在我们这次历代志上的共读，我知道它比希伯来书又更困难。希伯来书已经很难读了，没有想到历代志上更难读，这比提摩太前后书困难。因为历代志上我们读到今天晚上，我们会读完，总共28天。28天当中，这么多的人民，上千个人民，这么多的事件、时间、历史、地点，这么多的资料，你没有办法一下子消化吸收。但是28天，你觉得很快还是很慢？很快。好，会说很快的人，表示他有一起参加共读。
他有一起在读圣经，不管你有没有跟牧师参加，或是线上参加，你如果每天都按时间读，每天只有花30分钟，28天，29章的历代志上，很快一下就过去了。而我们接下来要读的是历代志下，总共36章，应该是36章，总共要读几天？40天，40天。有的人听到要就倒单，什么叫做倒单？倒退3步，像那个弹涂语一样。28天，牧师你要继续讲历代志下，还要再讲40天。天哪，我要换教会了！天哪，我要去别的教会。如果你换教会，不是迦南教会的损失，换教会是你的损失。你的人生当中有机会可以好好把历代志上下读过一次，结果你换了教会之后，换一个没有要读历代志的教会，或是换了一个不想要读历代志的教会，这是你人生的损失。好，牧师不是在挑拨离间啊，牧师在鼓励大家，你有机会可以读上帝的话，你要抓住，要把握。这40天当中，你会从所罗门前面9章在讲所罗门，后面的27章会讲到关于所罗门之后有19个王，一个王后，他们不是要跟所罗门比较，他们都要跟大卫比较。到底有没有把上帝的话刻在心板上？到底有没有像所罗门一样求智慧来牧养神的子民，装备教导神的百姓？有没有来差遣他们出去为上帝来征战？这就是我们接下来40天要读的重点。有没有信心？会不会读得完？好，可以，好，很简单，每天30分钟。如果你那一天刚好有事情，连牧师也会有事情。牧师有事情8点不能参加怎么办？牧师就会先预录，好，你们不能参加，你们就看后面的录影，好，我们在早上6点，好，都会有同工，好，在这个剪接完之后，好，会放在群组上面，好，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同工，好，但是这些大家辛苦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像所罗门当王一样，有上帝的智慧，与神同行。后来所罗门所得到的荣耀，好，这是我们接下来读到，好，记得把你的下巴扶好，好，不要读到落尾海，好，你会觉得太惊人了，好，这是漫画写的，太惊人了，太吓人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礼物？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把金牌通通带来送给他？他到底用什么样的智慧？一开始就是他祷告这2件事情。而我们要记住的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在我们这礼拜的小组，你可以透过这些题目来分享。而在今天的祷告当中，我们要来求上帝的国降临。上帝的国降临，就如同这个国家是谁的国家？是上帝的国家。谁当王？上帝当王。这个教会是谁的教会？上帝的教会。谁来治理这个教会？上帝来治理这个教会。让我们的祷告更有智慧，知道如何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知道如何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求神的义，就是有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是绝对的，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上帝的话是使无变为有，所以我们要透过学习神的话，知道什么是对的，就要坚持到最后；什么是不对的，从一开始连看他一眼都不屑看他一眼。就是诗篇第1篇第3节，不坐在第2节，不坐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因为你有上帝的话在你的心中。对的没有人做，你拼命的做；错的一堆人都去做，你打死也不去做。当我们今天吃了神的话，喝了生命的水，穿戴耶稣基督的救恩，明天是一个充满祝福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一个上帝同在的日子，没有一天是需要忧虑的，没有一天是需要烦恼的。如果你今天还在为明天烦恼，你今天赶快吃神的话，
喝神的水，穿上基督的救恩。等一下离开的时候，记得把这个帽子，如果有的话，带回去。而且今天还有一个有迦南教会历年来营会的营服衣服，所以今天很配合牧师的讲道。好，你听完今天的信息之后，你等一下还可以去隔壁49号买衣服，为教会奉献，穿新的衣服回去，见证上帝在迦南教会的作为，如同见证上帝在他的百姓当中的作为。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回忆，请大家站立起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行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敬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举起我们的手，一起来敬拜，唯有你真神，真崇拜着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我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尽。是的，天父要成为我们永远的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刻在你的国上，从亘古到永远。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应许我们永远做你的儿女。感谢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可以吃耶稣基督的身体，喝耶稣基督的宝血。谢谢主耶稣基督用你自己的宝血遮盖我们的全身，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遮盖里面，我们不再羞耻，不再住在黑暗，不再躲藏，而是能够被牧养、被装备、被差遣。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借由所罗门所求这2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求你的国，还要求你的义。愿你的主权在我们的教会，愿你的主权在我们的国家，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教会，也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国家。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常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我们每一天吃生命的粮，喝生命的泉水，每一天穿戴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为主来牧养，为主来装备，为主来差遣，能够建立神的教会，宣扬上帝的国度，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好，让我们再感谢来赞美那蛮有能力的神，因为他赐给所罗门能力，也会赐给我们能力。阿们吗？阿们。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
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力。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力。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将荣耀献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好，让我们可以彼此请安。好，那我们要离开教会以前，好，记得到中华路49号的1楼后面，好，来赶快把握机会，为建筑奉献，为建筑来。